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上元，咱英过咧讲，上元迎花灯，真侪查某囡仔挺好出来行，挺好甲人出来看风景。迄是一年一摆呢。较早查某囡仔哪有通讲会当安尼自由出来行搭？毋知英国嘛有俗语，咧讲头版仓嫁好翁，头版菜嫁好菜。啊，若跳菜裤就娶好某。这国情另讲会阁详细来甲你开讲。毋过上元阁另外一站，就是足重要的咧，菜丁卖。国情今仔日吼讲几条啊，真趣味的味菜，来甲所有观众朋友咱互相研究一下。头前出两条，头一条讲红头西公，第二句讲蔡手的裁缝，互咱要两款汤拖。这生活中不时都捌看的哦。红头西公要一项，啊蔡手的裁缝另外阁要一项，咱来动一下头壳好无？今仔日国情解文说字，甲你做伙动头壳，共款嘛直接将答案讲分你知，啊明仔载你着听我去讲吼，厝边头尾大家要看卖心识一下。煞毋知讲红头西公，红头的西公吼咧办啥？咧呼请神明啦。所以红头西公，咱着要呼神。啊，你斟酌看哦，呼神，若讲壁顶咧飞，即款咱有时啊咧拍，可拍袂着的呼神。台湾的汉字正字就爱写即两字呼神。过来，蔡手的裁缝要要啥？煞毋知讲哦，迄裁缝手咧蔡，加一个无拄好，煞走纸去，或者加纸。即个纸加倒的加，金字边，搁再一个交通的交。啊，即个纸就是金纸万的纸，加纸。啊，若正咱吼伫咧涂骹面咧扫，咱看到吼实在足想要甲拍，有当阵啊拍袂着真正会赢。咱厝人加减，不时都有迄款加纸。台湾字、汉字就爱写即两字哦，加纸。啊，过来，咱搁要两题好无？搁即两题原来真趣味。即两题吼，顶句讲我做第一不好，原来要要一款汤拖。第二下骹即句讲我做久年未炒，啊，这要要啥？咱头壳做伙来甲叮当一下。那第一不好，上界不好是啥？是啦，答案就是要互咱要讲杀母，是讲即摆吼，因为卫生环境进展，杀母有当地啊较罕得看。啊，另外迄条讲久年未炒，啥物物件久年未炒？煞毋知影讲吼，永远伊都未炒，因为伊的名就是叫做芳啦。即个芳，那芳草的芳，台湾话汉字都爱写即字哦。正确即字的读册音就是芳，讲话音讲叫做芳，文言音读册音讲叫做芬芳的芳。啊，若讲椰香迄个香啊，迄个香是无芳的音哦，咱都要研究和斟酌哦。